接下来呢，下来呢，要怎样要做？当位起的啊，起救起的哈，小腿为静脉曲张啦，哈，为下脚循环不好，跟住係因为起的嘢哈，气味一起向下坠，向下坠，好为水下来，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嘛，就係個氣哈氣脈不通，故所呢，有瑜伽的動作，有運動的動作，可以幫助人哈做到那個下肢的血液循環的血液回流哈。好，一隻動作呢，講到翹小腿，我先生哈，高矮的先生，佢係一個中醫生，佢一生人哈，就用自己身體，用自己生命哈，幫助人身體健康。故所佢高矮嘅安尼翹小腿嘅動作哈，非常非常的好。好，那安尼用老膝蓋按摩，唔是本人按摩，你就可以做到釋放人嘅小腿酸痛嘅疲勞嘅安尼效果。好，同樣啊哈，你睡下來去，天天呢舒服的呢，安尼好，慢慢的由膝蓋動聲音哈，躺下來。好，同樣啊，你睡上來，睡好來。好，你假使講入眠床係硬嘅安尼碰床嘅話，做唔得到眠床方挺遠啦哈，嘅安尼會傷到腰嘅。好，人個翹小腿就係利用嘅安尼，膝蓋嘅呀腳板，好按摩呀小腿。你看哈，你那講起腳的啦、粗腳的啦哈，腳硬高啦，血氣循環不好。個動容易靜脈曲張嘅人就安尼哈，你看左腳下來，右腳上去，安尼，哦，動痛哦，非常非常的順軟，好安尼，有嘛？鄉親朋友看到嘛？左腳下來，右腳上去，左腳下來，右腳上去，哈，人都翹小腿，啊，從一下背，哈，從一下背開始，安尼，一、二，唔要安尼標定咯，要下來。安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啊，很酸哦，又酸又軟，哈。當你又酸又軟的時候呢，其實係啊，老人嘅肚腔，食到肚腔嘅血路比暢通，活化呀細胞。哈，暢通呀血管，那個血管啊，就參與水管一樣誒。那水管呢冇去通氣啊，就會卡拉山咩？個水管呢個水哈，就會越流越細管，好就會唔通咩？故所以用翹小腿的方式，記得了哈呀，腳背，好一片繃腳尖，好安尼，好過一片小腿，好吐氣，一、二有嘛呀下來呀上去，哈。安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啊，很酸哦，真嘅當酸啊，真嘅當酸，你呀小腿嘛哈，年紀越來越大了哈。當我矯健啊哈，嗰有個血管嘛哈，因為老師係冇嘅呢，冇個靜脈曲張啊，係冇個靜脈曲張，我呀個血管一球嘅，哈，你就係長期嘅血管嘅塞到嘅，靜脈動脈冇辦法回流啊，故所以你用安尼嘅方式，用翹小腿嘅方式哈，佢要幫助你。好，因為老師佢做解到啊，你做翹小腿嘅哈，你可以數吸氣。慢慢擴胸，往上，唔可以老人兩骨來開來，安尼做嘅話哈，會行較強，好強樣安尼啊哈，一片順意識到好嘛，好，同一位老師向我做啊，你下唔是可能天師，你躺下口令做啲嘅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數順嘢，好變下來，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，啊記得啦，按呢，也係非常非常非常好嘅動作。膝蓋按摩，按不頭唔會睡到半夜嘅糾結，好，過完片咯，按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二、
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看见没有？也翘小腿哈，唔通我要放唔到，因为我个一个都迄都高雄的散档嘅先生哈，佢用动吃盐，用自家的方式哈，提升自家的免疫力哈，训练自家的身体。好，也係第一集動作哦，第一集動作，腳徛起來。不過你徛起來要好，好，變到下背要好，好，你都變到那就唔怕，你做做安尼，高腳跟安尼。好，然後一條腳筋來開來，勾腳跟，好，繃腳尖。來壓前面的時候呢，好，然後一條筋頭來到來，你看來後背筋頭，好，來壓筋頭，因為那你來起來，安尼又可以練安尼腹部的力量，好，安尼意思呢，就是老人家也偏那個安尼血液循環暢通哈，唔會老家血管塞到。好，各位呢，你可以轉腳踝，好，腳轉腳踝呢，也個腳掌筋以外哈，係影響呀規條腳的安尼經絡，好安尼。同親朋友，同一美老師向下做啊，你睡目前，當你睡目前，好做安尼動作，安尼。你講老師我腳冇辦法徛按高啊，按旋轉，好唔怕啊，你看。一美老師印婷彤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，哦，安尼又訓練到人個大腿肌肉的力量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變下來，好，不用強鬆，因為動手那樣，好，彈一彈，好，然後彎腳哦，你們可以到原地哈。都呀，一隻腳彎曲都呀，好，你咪可以按呢，你要先按呢，來腳腳掌筋，勾腳跟，繃腳尖。鄉親朋友，有同一美老師向下做嘛？按艱難的動作問題唔要做嘛？好，趁阿媽媽經驗9歲嘅，佢當日睡目前哈，佢就會啷個講，用面我啷講啊，啷有糖牙花哦，啊當日只有按呢。好，來我腳筋頭哦，我同樣我當日去約晴空去行路去散步去看老朋友哦，其實係安尼做呀。那媽媽9歲嘅唔是人侍奉，佢自家哈可以自家行動自如，好慢慢的安尼，可以咪同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對呀，咪看到，假使講，鄉親朋友，你講腳冇呢套強數，你登記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鄉親朋友，動作當簡單，問題係唔會做嘛，好，唔會自家會聽通嘛，像我媽媽講嘅，佢當日睡目前，佢就會安尼肩頭棒棒啊。好，其實人講，用面啊，人講啊，安尼要吃到較好睡呢。好，我就當感動講啊，媽媽健康，好，爸爸媽媽健康，做係人家就大家做子嘅很幸福咪哈。好，做安尼，種啊，好，記得啦哈。一個動作嘅重點就是繃腳尖，勾腳跟，好，繃腳尖，勾腳跟。好，個翹小腿，嗰個呢抖一抖，鬆鬆啊，安尼鬆鬆啊，腳鬆鬆啊，像蟑螂一樣啊，有冇哈？鬆鬆啊，腳鬆鬆啊，你看安尼係咪全部都是運動的？你當然係安尼做嘅話，你就冇嘅腳腫啊、靜脈曲張啊安尼問題。好，假使講安尼基本做好嘢，你就開合，好安尼。來呀，來內側肩頭，好，慢慢的來內側肩頭，好，在英語老師做瑜伽做按腳位，你就可以按呢，來開來，好，吐氣，好，打開來，畫圈，吐氣，打開來，畫圈，你就可以按呢，好，按呢，來開來，按呢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也係要有基礎哦，你慢慢的做，你慢慢的做進步，好，慢慢的進步哦。
安尼，你看玉米老师的脚可以打开来，好，慢慢的并起来。主要呢，就是爱老人家的镜头啊，哈，好用啊，懂怂啊，那你画圈圈，好，大把安尼画圈圈，安尼画圈圈，好，同起来，好，安尼，呀，脚张筋，踢屁股，加蹲，安尼，吐气，啊，好，所以安尼哦，你看玉梅老师做，强松松无？问题係，我按多年來。2-3-4年來，嚇，當認真呢面對，當認真呢練自家嘅身體，當認真呢嚇，除咗賺錢以外，除咗工作以外，嚇，照顧我們兩個奶奶太呀，我們做阿婆呀，我們就是當日嚇運動是30分鐘嘅嚇，做瑜伽是30分鐘嘅，而持之以恆，嚇個當日練習咧，鄉親朋友要記得咯，按比亞歲末做玉梅老師根本已搞嘅動作。好，今日人哋運動就到了，安子先。